OK。好，来，顶回读到1647年3月19，歹势，开地方会议啦吼。地方会议，开到地方会议讲到倒位呢？讲到大目港，做一个吼 ，TOA 大目 BAK 第8声，好，遮后一个大目港，好。好，来，咱就继续来甲读了吼。1647年3月19，吼，即个地方会议因算一寡人事的即个消息报达啦吼。伫大目港又搁称做第欧邦吼，是达瑞系、达朗道甲达基旺吼。即三个就对啦吼，三个长老。上落尾即个已经死亡，因此呢，就选派一个名叫做 Takeri 的人来接替伊的位置，其他2个人来继续连任。伫目加流湾又搁称做 Bakron、阿里扫，三个人吼，阿里扫、沙波勒甲塔加勒。即个名嘛是叫做塔加勒吼，因为因拢有真好的作为，全部继续连任。伫小人又搁称做刀阿米尼，是三个人叫做阿罗曼、苏巴勒甲米多格，这三个人拢继续连任。而即个马瑞加已经死亡，因此另外选一个名叫做拉布克的人来接替伊的位置，并且予伊一支quyền杖。即个人听讲是有能力、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吼。歹势，伫大武人是4个吼，叫做桑加劳、罗沃、对林甲刀人，全部继续连任。毋过算特切因啦吼，就是甲因骂啦嘛，甲因责备讲因对管理甲指挥因的村民，看起来是太散漫吼，伤个无够骨力啦吼，就命令因爱三队呢爱搁较有威望起来吼，搁较有威严者吼。因嘛因此被政务员叫做 Edward Oxbridge 来指责。好，过来，算地方会议原来毋是拢讲好听的话吼，原来叫来骂的原来有吼。好，伫满洲又搁称做多甲达，是4个，叫做塔布伊塞、万岁、达迪果甲即个一党吼，也拢全部继续连任，并且命令因以后对附近村庄的人来因的野地来拍蜡吼，不得为难因吼，像进前次听到人安尼控诉吼。但是呢，爱互每一个人拢会当保有伊家己的公道，这毋知啥物意思吼。对伫一个叫做雷湾附近一个小村庄叫做 Moritz， 也有一个名叫做李世利的人来这个地方会议出席，伊要求会当如同其他的长老安尼来取得一支权杖，对此嘛允准伊吼。对雷湾属下的一个小村庄叫做利辛干，有伫一个名叫做塔巴拉的人的请求之下来立伊做长老，
并且交互伊一支悬汤，因为伊对遐尔远的所在前来吼。各村庄一个一个来接见，如顶头所讲的，有一寡长老有经换过，但是大部分拢继续连任。伫咧接见了后，就因全体来述说如下：第一，我国的习惯是，任何人担任政府公职，拢袂超过1年。现在因有的人担任2年，有的已经延长3年咯。事实上是不得担任超过1年的，届期拢爱重新分配。象征权威的权汤，就是届期即个权汤拢爱重新分配吼，并且真清楚来命令因讲，若伫咧规年当中，拢不得将权汤转交互任何人，或者是互别人来使用，更加袂使滥用吼。即个滥用，我查一下吼，滥用。滥就是滥吼，滥就是过头吼，滥散吼，做大水，水溢出来吼，这是滥吼，做大水，大水泛滥。虽然汉语有诶写另外一个吼，就是相款吼，做大水。好，这是滥所以伫遮就讲不得滥用啦吼，袂使滥用啦。即个权汤袂使互被乱用，也必须伫咧后一次的地方会议的时阵，亲自甲权汤早来交行允。毋过，如果有人伫咧即个期间死亡，或者是召开地方会议的时阵破病，安尼其他的人就一定爱小心吼，亲属来甲即个权汤摕去交互阮的荷兰人吼，就在地的荷兰人就对了吼。或者是通知，或者是亲自将权汤以及死者个性的即个详细说明来早来遮，不得虚假事实来欺骗阮，也袂当将因对阮所得到的尊严甲权利用伫咧卑劣的代志顶头。这是第一点吼。第二，对因庄园居民中间发生的恶劣的代志，或者是问题，拢不得隐瞒，更加不得照因家己的意思来处理，拢必须爱全部甲阮荷兰人讲，由荷兰人来即个解决。若是情节重大的代志较严重的吼，就爱来即个城堡甲阮讲。毋过必须爱先通知上述阮荷兰人吼，就是先爱通知阮在地荷兰人吼，不得擅自前来。即个擅我来查一下吼，不得擅自前来。先吼，读先略，先就是自专、专权、霸占，叫做先。不得擅自前来，以免带来无必要的代志来麻烦长官或者是议长吼。这第二点。第三点，因为以前有一寡村民或者是家庭，伫阮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违反阮的禁令来搬厝。因此呢，现在也命令因不得搁安尼来耍位搬厝，必须爱先来向阮请求。迄时若是有需要，阮袂拒绝因啦吼。所以当阵搬厝袂使后袂搬啦吼。好，这是第三条吼。第四条。所有来因的村庄或者是野地咧交易，或者是来往的无扎银牌的即个走私的新仔人吼，
军牌就是应该是荷兰人发的啦。那敢若因进前讲迄什么，一个什么证明安尼就对了吼。拢若是讲无含因来交易吼，或者是来往的即个希腊人无即个银牌吼，拢必须爱甲阮荷兰人讲，然后甲迄寡人确实带来即个所在，即个城堡遮。到时阵，每一个人收5匹的空眼布。第5条，另外和旧年相像，迄寡已经接受基督教，并且捌新港语的村庄的长老甲因讲，因无论伫啥物场合，对牧师拢爱特别敬畏，也爱对探访团队和学校的教师来合宜来敬畏，就是真适当来敬畏吼。来适当尊重因就对啦吼，而且若因家己爱骨力伫上教堂，也爱促使因的囡仔和其他的人的囡仔惯势来上教堂，惯势来读书吼，去学校上课吼。因为教会的人捌来安尼来念过讲，因太贫惰吼。因为即个理由，所以就有罚款的即个规则的定立啦吼。就是因为因拢贫惰去上课，贫惰去教会，所以来有设即个罚款的即个条例，将罚款用伫建造教会，即个办法将会继续来推行。而且每一个村庄对因本地的学校教师吼，必须爱用米来供应因的生活吼，当做就是年度的供税，像即嘛大部分地区已经有实施安尼吼，照因安尼来办。后一条，第6条的款吼，因无论任何理由，拢袂当其他的村庄来骚扰或者是作践吼。大家拢爱和平相处，若是互相有意见纠纷，拢必须爱来甲阮讲。即个纠纷，我是照人较早安尼念照念吼，我来读看下纠纷即个纠。读纠还是纠吼？啊，我读纠纷，就是读本条第3声吼，变调变纠纷吼，啊，所以就纠正纠纷啦吼。啊，当然当读做纠正纠纷吼，较汉的人安尼读啦吼，纠正纠纷吼，这是南部腔。纠呢是纠葛。纠葛纠结啦吼，纠葛就是拍架的意思吼，所以读纠可能较适当吼，纠纷嘛吼，纠葛。好，大家爱和平相处，若是有互相有意见吼，纠纷拢必须爱来甲阮讲，阮会来公正解决。毋过，若是忽然间被敌人来袭击啦吼，袭击嘛吼，攻击啦吼，袭击的袭我来查者，袭吼，读做袭才对吼，袭第8声吼，啊，所以是袭击。如果突然被敌人袭击，伫即个情况之下，会当起来自卫吼，但是呢，不得自行起信吼，即个挑衅即个信，我来查者。像即种字，其实即拢是文言词啦。信是训吼，空徛就是训吼。撇片，即毋知啥物件，我毋知呢。撇片，坐挂就是做挂啦吼，做挂吼，就是训。
掉头就是粪，气粪这是啥物啊？毋知。粪油，奇怪，这粪所每一个鬼说我颠倒拢毋知啥物意思，无鬼说毋知一过拢听无看无，除了做歌掉头空徛知影。好，所以咱讲挑衅吼，迄个衅应该是即个空徛做歌即个意思啦吼，就甲你景毛边啦吼，挑工甲你嫌东嫌西吼，即个叫做粪吼。好，就是咱转来第几只吼。不过，如果突然被敌人来袭击吼，伫咧即个情况之下，会当起来自卫，但是不得自行起粪吼。我照你空主要安尼读啦吼。好，后一条第7条的款吼，也特别命令因，并且授权互因去邀请、鼓励还未含阮帝号的因的附近的村庄来含阮来帝号，为此目的，爱甲因的长老引荐阮荷兰人，因来承诺阮的友谊，并且因保证阮的善待因。对此表现温群的人，毋但将会得到尊敬，公司也将会赠送伊相当的礼物，如同伫咧地方会议呢，如此表明安尼吼，就是讲伫咧地方会议捌讲过几若摆啊吼，伊的代志吼，叫因爱搁去游下线就对啦吼。这第7条，第8条又搁甲因讲。这是一种自由的地方会议，也会当讲是一种自由的集会。伫咧即个会议呢，任何人拢会使自由发言，只要是对社会有益，或者是会当阻止恶事的，拢会当无阻拦来尽其所知来发言，而且连迄寡毋肯帝号甚至敌对的村庄的人，也会当安心来参加即个会议，来观察并且听看即个开会情形，并且会当和平来离开。阮保证因的自由，伫咧迄个期间绝对袂对因有任何的威胁或者是为难吼。后一条第8条看。因为常常接到关系到其他人伫咧稳准因扑敌仔的所在，结果发生纠纷吼，就是因有时仔伫咧无符克之下嘛去扑敌仔吼，去挫敌仔吼，甚至呢是违反着即个主人物主啦吼，主人的意愿去共挫敌仔，挫即个敌仔吼。因此呢，现在迄个地区的原住民讲，我咧想这应该是打狗迄到位吼，定定拢走讲去遐去挫敌啊，挫茶吼。因此呢，即嘛来迄个地区的原住民来讲啦吼，即种代志以后毋免操心吼。因抑阁会当其他人指定因认为上恰当的所在去挫吼。除了对其他人每个月所收1厘的迄个错敌啊，即个费用以外吼，佫会使去看啥物所在适当，拢会使叫因去。若是因为情况迫使因完全不得失去敌啊，也会当完全拒绝其他人去错。即句老长是伫讲啥？就是你若无想要互因错，你就会使甲因拒绝啦，就是安尼啦吼。毋过必须爱来阮，或者是阮荷兰人来说明，为何袂当失去敌仔的理由啦吼。讲互清楚，阮就稳准啦吼。第9点，有鉴伫即个内湾的人伫咧1644年度的地方会议呢，请求互其他人是毋是会当三不五时去因的村庄交易，因此现在就因，这4年前的代志吼。现在呢，就因以及即个
李心眼和即个 Moritz 村庄的长老来征询，因是毋是有介意希腊人去因的村庄交易，安尼是毋是有好处？但是因回答讲，因真少互希腊人来，因为因宁可因甘愿讲无爱互希腊人来上好莫来啦好，第9条，最后命令全体参加会议最后一条啦命令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对所讲的各项内容，包括全体性的和个别性的，拢一定要记互条并且尽力来遵行。万一有啥物袂记哩万一若袂记哩，会当去问阮荷兰人，因为因会得到详细报道报道就是详细甲因讲。中昼过了无偌久，必须要办理的代志拢办煞，会议结束，所以议长甲全体与会的人拢起立伫庭院里小可活动。迄时随铺甲桌仔伺好，迄寡长老就像以早安尼，搁再来入座，照即个旧例用针甲即个饮料来款待因。因大部分的人即暗就趁着月光启程去离开咯。有几位即个议会议员以及阮的士兵甲荷兰人也转去台湾，但是议长因为即个大后日也要举行南区的地方会议，所以伫即个期间也想讲要去四过去视察希腊人的农地，所以就留踮咧赤坎遐。有一只芳船航往打狗，也有一只航往龙礁，拢是敢若载地层门，合计是坐26个人。以上3月19地方会议再来3月20利益。风甲天气悠远像昨昏，有下日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食，合计坐有70个人。就是有2只芳船来自平湖，再有小圆石甲44只牛，16只山羊，5只猪甲100只鸡。这是对平湖载来有一只芳船来自南部的淡水，再有20担的大鱼甲40担的茶，也有一只芳船来自 Dorenap 鹿港再有2000尾的乌鱼，2篮的鱼卵甲2担的大鱼。有3只芳船出航前往平湖，拢敢若载地层门，合计坐48个希腊人。和顶礼拜2北区地方会议安尼今仔日无用咧准备，明仔载要当要赤坎举行的南区地方会议。今仔日收到士官 John Jans Vandenberg 对卑南寄来一张批，数期是本个月17号。批里甲阮讲，迄边的情况，特别是关系到俄方要甲资本的社民，以及因的共党中间的战争的情形，主要内容如下：因遵照阮今年2月25号的决议，该动卑南人发动战争，伫咧本个月15号。带领19个荷兰士兵甲约750个卑南人去攻击迄个敌对的村庄，无拄到强烈的抵抗，就取得20粒的人头，其中有9粒查某人的头，甲5粒少年人的头，并且甲因即个残忍的厝啦放火烧掉伫咧即个攻击当中，妇女也遭受杀害，这是因咎由自取。这个咎我读查一下救第7声救就是灾祸。3违戒3违戒就是违背啦违戒。得罪这拢是救得罪过失怨恨救归咎
伫即个攻击当中，富林人也遭受杀害，这是因咎由自取，因为因已经多处做了可恶的代志，尤其是最后一次，因为着因的翁婿的缘故来杀死阮的3个士兵。卑南的原住民知影即个代志了后，就甲用武力掠到的一部分富林人杀死。虽然讲该士官捌事先清楚下令要甲因留落来，伫战斗当中，我方有一个卑南人死亡，又佮讲此事将会真细腻来处理，谨慎来应付。为此目的，该士官要求补给一寡武器甲其他的私用品。好，结束。再来是3月22。稍等哈。3月22，暑是热天的好天气。3月就讲热天啊吼。风规工对北方吹来。早起天光以前，约2点钟，议员和其他的荷兰人以及一队士兵出发航往赤坎，要去参加南区地方会议。今仔日这篇是南区地方会议的记录吼，所以有较长吼。天光到即个会场，所有南区村庄的长老也拢到会场。因是早暗和团导 Hans Ohoff 来到赤坎。因伫迄寡岛仔入座了后，议长甲议员就来因的通常的座位来坐落来。伫咧欢迎上述长老，并且感谢因交纳讲述甲其他的代志了后，会议就开始宣讲顶一次伫咧北区地方会议里所讲过的各项要点。10点吼，9点吼。由上述的团导用大目连的语言来叙述，然后由其他的翻译员以阮的名义用巴老湾的语言，就是排湾族啦吼，排湾族的语言和东哥达巴的语言来叙述，并且来详细说明理由，并且甲因讲，现在因的任期已经届满。按照阮的做法，爱逐年更换所有的长老，但是阮因为某种理由，今年伫咧北区地方会议里并无特别去更换，现在对因也袂特别去更换。毋过因毋通以为讲，因为即道的延长以后就有搁再被选任的优先权吼，因为这是违反阮的做法，对社会嘛是无好吼。所以就甲即寡村庄的长老按照登录的顺序，一个一个叫起来，命令因要有好的作为。大部分的人也拢该留任，但是有几个人该改职。一般来讲，性情温和的就会留任，而即个野性真强的就会该改职。伫咧即个情形，情形是如下吼，过来就是即个相款吼，即个。任命啦，报答。伫大目连长老是达古美、帕拉邦、西亚罗和另外一个名叫做沙罗的人。即个人该取消，有一个名叫做灰朗的人来接替伊的位置，其他的3个人连任。伫班当党长老是丁人。最近过身，任命新五来做该村庄的长老，该死者权传交互伊。伫马里马伦 Vovoran 长老是 Ore、Sakotis、Salongin、Titolo， 这几个人因为因的好作为全部连任。伫阿高长老叫做瓦基啦。破病，但是送伊的权传来是交互团导 Hans Olof 送来，因此伊和苏伦以及即个桑加老拢该连任，互因连任。
伊将对即个上述的传道阁受到该管汤，不过苏林伫个伊家己的请求之下来允准伊实习。另外选一个名叫做让的人来接替伊的位置。伫塔楼斯瓦丹纳吼，长老是塔加瑞、塔邦加、沙林、塔尼尼和基隆，即最后迄个四个人吼。另外迄一个就是塔加瑞，是一个精明活跳的人吼，对公司真有贡献，所以被训练爱搁较骨力，不得如惯常安尼懒散。但是因为无较好的人选，所以全部连任。伫铁达格站，长老是塔巴利斯、里布加帕林，因全部连任，而且赠送一领红色银缎衣服甲10匹的空眼布互塔巴利斯，也赠送一领空眼布的即个衫互5匹的空眼布互里布。因为塔巴利斯做了真侪代志，上侪代志，而即个里布也表现杰出，也伫咧全体长老内得到奖赏，因为因尽力阻止了该村两兄弟的即个嚣摆嚣张因前一阵仔计划要杀死伫咧遐个学校的教师，救了该教师一命。伫咧日历社，长老是塔加上。班戈人、陶索拉加卡马多，最后即个人呢，因为懒散所以改职，选沙样来接替伊的位置。其他3个人连任。伫家庭，长老是萨古迪斯、卡拉邦、沙邦和朗甘纳最后即个人过身，因此呢，选一个名叫做拉巴蒂斯的人来接替伊的位置。其他3个人因为行为袂歹，拢搁再连任1年。伫咧放手啊，长老是阿里莫、塔波阿斯、马诺伊、安金、奥林。最后即个人完全无威望，因此由塔马拉维来取代伊的位。其他人拢连任。伫咧南吉，长老是帕加罗昂和沙罗丁吉。后者因为无适应改职，摕回伊的权汤，因为即个村庄真细所以就无阁选第2个长老来接替伊的位。伫咧卡里东岸，长老叫做提萨戈旺。是 Signor 的官夫，名叫做 Sovrajan 的兄弟。伊去年接替因翁的摕权汤来主政，但是无来出席即个地方会议。不过因为某种理由，就互伊和伊的兄弟拢连任。伫咧巴巴拉斯，长老提卡多利。自从去年的控诉以来，伊愈来愈侪犯错，犯错愈犯愈侪，直到最后被带来台湾才受禁，已经伫咧加罗里死亡。此外，长老是一个已经过身的长老的官夫，伊是迄个龙桥人的姊妹，就是原来迄龙桥酋长的姊妹伊无来出席。不过派一个名叫做卡士的人来送伊的权汤来，因为下面将要详细要讲的理由，所以无必要选派第2个人来接替卡多利的位因此上述的寡妇单独连任。对，敢会讲？好，咱看卖讲伫卡拉邦长老迪巴克利奥，因为当边缺席，但是派伊的因兄弟就是伊的即个因兄弟是安怎讲？大细线啦名叫做马拉总的人来带伊的权汤来，因此互伊来连任。大细线我自细汉听阮爸和阮姨丈安尼讲大细线，但是我即个词我来查一下到底是要安怎写？
我要安怎查呢？请找这个先例看有无 ？SIN 第7声。线就是早起有早暗吼，各位早暗有讲咧亚线吼，的线，个线量的线吼，无即个大细线所以这是要安怎讲？我看卖，鬼色叫做阴，要安怎讲？姻亲，姻兄弟，安尼敢会有？无。姻亲。亲家侄、亲家伯、外缘义，连金的那个。什么明星什么意思？连金。连金哟，华文叫连金哦，来，我真正是连华文我嘛不晓讲。连金我规则是连第9。亲是要安怎？亲我就只好补某。无。就是男的。教育部有收啦。教育部收是收啥？我有打出来，伊用迄按铃。就好笑，就歹记。OK， 小等下吼。这个书一开始是听到上讲，马文也是雷亚讲的。大细仙吼，姊妹翁婿彼此互称吼，咱明仔起招恁大细仙来去爬山吼。所以是真粗俗的讲法就对啦。所以是真正是那个。我毋知。我嘛毋知，我是看人讨论，袂收去书店内底看。电视安尼较好记啦。好，Embry 1973 Embry 收叫做同门吼，同门吼，同门。Marino 有连金大细张，同门大细仙大细张吼，大细张啦吼，大细仙大细张。同门大细仙大细张啦吼，看你要用啥，对一个拢会使啦吼。我另外查一个厦门书店，叫做Brother-in-law。Brother Brother-in-law。无，好啦，就干那这尔吼。好，咱转来就一只讲，伫卡罗邦长老提加里奥，因为当边缺席，但是派伊的因兄弟，就是伊的大细仙，名叫做巴拉总的，带伊的罐汤来，因此互伊连任。伫马龙日
长老叫做古利亚，去年缺席因此被指责。稍等下我回一条消息。好 ，OK。第八浪嘅长老古利亚去年缺席，因此被斥责被指责不过，互伊连任，因为该村庄是一个大庄因此也选派伊的兄弟名做塔马桑蒂的人来做长老，并且交互伊一支权杖。伫比利时，长老是塔表，伊因为破病派一个名叫做塔马古道的人来带伊的权杖来连任。伫里米奥，长老甲别是一个五行五素的长老，我行我素啦我是教读啦我行我素台语是要安怎讲？我袂晓讲我看查看有无。这可能词台语才有法度无。好，伫里面长老卡比是一个五行五素的长老，伊去年的地方会议缺席，今年也无来有一个名叫做高龙干的人炸着伊的权杖来，讲卡比已经离开该庄啊，甲迄个权杖放踮遐，因此呢，指派即个人取代伊的位置来做长老。伫达里索，长老是伫巴隆和伫达马雷教，这两个人拢缺席。不过，伫巴隆有送伊的权杖来，因此互伊连任。而即个伫马雷教，因为懒散，就互伊就甲伊取消，甲伊派巴劳爽来接替伊的位置做长老，并且交互伊一支权杖。伫达马文站的权杖是由传道奥福来收回。伫波南长老是迪波朗来连任。伫卡维安汉长老是沙拉冠，阮又搁称伊做Den卡维安干尔，就是迄个卡维安干人的意思伊从来毋捌亲自出席，但是和以前相像，现在也甲伊的权杖交互伊共一个部下名叫做塔马哈勒来送过来。解说讲是伊一半是因为破病，所以袂当来。啥物叫做一半？因为破病，所以互伊连任。不过严令伊即个部下转去爱甲伊讲，以后爱家己亲自来地方会议出席，就敢若亲像其他和伊共款有地位、有关系大人物，嘛是逐年拢来出席安尼此外，伊也因为伊的疏忽以及被博朗的人谋杀来被控诉，就如下面中会上述的安尼。伊即讲下面的上述结果拢无讲，所以我嘛毋知到底讲伫倒位。伫个科拉罗斯诺长老叫做科罗党最近过身，有一个名叫做吉亚罗的人炸着伊的权杖来出席，并且讲自从科罗党过身了后，就由伊来代行职务，因此就任命上述即个人叫做吉亚罗来做该庄的长老。稍等下，我回一下消息。
好，继续吼。伫个产地长老是波罗yan吼，伊去年地方会议嘛无来出席，不过因为伊行为相当的好，所以连任。伫个希尔达长老叫做三加老，因为无适任来改职，但是波罗yan连任。选一个名叫做甘难的人来接替三加老的位置。伫个即个伊万加万 Root 吼，长老是叫做提萨果林连任。伊除了家己的悬堂以外，还阁炸来3支悬堂，是对卡萨拉曼、塔拉伊甲第四者所炸来。理由只敢若讲是伫个即寡村庄的路上交互伊的吼，因此就甲上述3支悬堂收起来，要炸去交团到奥霍夫。但是迄时听讲伊已经离开，所以就按照习惯来，就甲直接炸来遮。是毋是要甲因改职，或者是要搁再任命因，将会看情形来决定。伫个帕奇湾长老叫做提巴比，去年缺席，今年也缺席。不过因为某种理由，互伊连任。伫山地门应该即摆叫做山地门啦吼。伫山地门长老是卡莫伊迪斯和即个塔拉古多，这两个人甲去年相像，今年也拢无来出席。不过卡莫迪斯派一个名叫做 Delikio 的人来送伊的悬堂来，而即个塔拉古多是派伊后生来，名叫做 Dilon 来出席。规则是讲两个人拢破病，因此就拢互因连任。另外，佫送一支悬堂互塔拉古多，因为伊的悬堂烧歹去。伫个索里马长老是卡尼的别号外号啦吼，叫做 Dan Sonivace， 就是迄个索尼瓦切人的意思吼。伊去年地方会议缺席，但是有送伊的悬堂来，该悬堂因为意外，所以伊已经无啊。什么意思？今年伊嘛无来，不过派一个名叫做马里佐克的人来。规则讲，因为身体无讲介健康，袂当长途旅行，因此呢，也互伊连任，也交互伊另外一支悬堂，命令伊早去互卡埃尼呢，并且爱命令伊以后必须爱亲自出席地方会议。此外，因为这是一个大庄，吼，还阁另外选2个人做长老，并且交互因悬堂。一个名叫做沙利果，另外一个叫做沙巴林。伫个卡巴多，伫卡巴多呢，长老是迪巴里昂甲一个卡拉莫迪斯。后者虽然无来出席，也无送悬堂来，犹原含迪塔巴里昂，因为因拢年老吼，所以呢，互因连任。又搁因为去年死亡的长老叫做苏利安的官夫，甲到当搁摕即个到当搁持有的即个悬堂，即摆已经送来，因此呢，该村庄要增加第3个长老，并且摕即个该悬堂。伫个苏巴沙巴西官夫叫做沙洛贡，是去年的长老普丹努的母亲吼，无来出席。也无甲伊的悬堂送来，因此命令团到汉斯奥洛夫探听状况了后，按照惯例来办理。伫个基尼达曼，又搁称作东火达曼，又搁称作苏多万，或者是阿里多曼。长老呢，迪波利林汉个性选任迄个以后摕到死者的悬堂办事的即个贝雷罗yan来接替伊的位置。此外，阁选任一位名叫做阿吉
阿美子的父女来担任长老，因为伊伫该村庄特别有权威，也交互伊一支权杖。伫个塔瓦迪康长老叫做塔马鲁多和金旺拢连任，但是 Saups 因为无适任来改职，另外选一个名叫做塔罗比西比斯的人来接替伊的位。伫个塔拉库布斯，这是一个从来无参加过地方会议的小村庄，不过以前捌交互因的长老一支权杖。该长老已经过身，迄支权杖也收回。将来传到奥霍夫要去了解迄边的情况，然后要按照惯例来办理。下日的村庄甲长老是旧年的地方会议有来过，但是今年无来出席，也无送权杖来，也无任何交代，因此宣布长老来甲因即个抗克啦吼，空缺啦吼，抗克即边怎讲？就是长老拢即个放空伫遐啦吼。好。这一个表吼，我来念吼。村庄名吼，龙骄长老塔塔尔，就是龙骄的君主；提巴勒就是前者即个后生。东索尔长老提达罗加多，斯达基长老三个，瓦朗吉斯长老蒂多格，加基勒。长老卡拉邦，塔古布长老两位妇女是两个过身的长老的官夫。加勒内长老提卡邦甲丁诺多，鲁比特长老迪奥桑，波西长老瓦拉利克，巴萨朗长老加隆贡，戈拉罗斯沃长老多加尔。瓦罗加西长老迪丹加斯，帕巴瓦罗长老伊达，托西加当努特长老加比和一个瓦拉罗克，达瓦纳克长老迪高林，达维尼尼长老戈罗伊勒，布劳努特长老迪拉里鲁林。达加因那拉长老萨波朗，塔拉维长老高林，但是这只后壁注脚写，这三个长老，敢若一个人伊讲写三个长老，无说明甲因的权杖交互伊万加万水的长老送转来遮吼，因此将因的权杖收回，交互传到奥霍夫。过来，卡萨萨拉曼长老迪加劳斯。特西亚长老第三眼老，梅西塞长老提加萨多斯，斯蒂高长老提高让，伊万加万努特长老萨高老，马罗高罗长老瓦拉勒，萨拉比桑又搁称作巴斯干长老是巴利林干。顶头即讲的吼，拢是无来缺席，无送权杖来。即寡代志拢办理完毕了后，就来问来开会的人，敢有啥物话要讲？无论是关系到比其他村庄或者是个人干扰的代志，或者是任何会当警惕别人做歹代志拢会当摕出来讲。所以迄个龙教人的姊妹的代表，就替伊对即个巴巴拉所砸来权杖来的名叫做加维的人先来发言，伊讲对劳拉不满，而且控诉伊的理由。劳拉是该村长加多利的兄弟，即个长老加多利以前因为伊犯错被关伫个即车，并且已经伫个监狱内底死去。讲即个劳拉和伊的共党伫个村里对上述的执政者。应该是指即个加多利啦吼，和其他的和公司友好的人大肆干扰，搁夺取因的物件等等的暴行。因为即寡歹人，上述的加多利才被以其他的事由来控诉，并且死伫遮。对此呢，阮答复上述的加伟讲，
即个代志阮非常艰苦啦吼。阮将会伫咧最近要去处罚迄寡歹人，作为警惕警惕啦吼。警惕的惕，我看是要怎读？剔歹势吼，剔我读毋对去吼。警惕就是读活动剔，哇！你三字完全无共音啊。活是恭敬忧闷，惊吓。动是就是放纵的意思，放动啦吼。剔是惊吼。所以咧，佛甲剔拢有惊吓嘛吼，警惕，所以我读警惕啦吼，就是有惊的意思吼。警惕 THEK， 作为警惕别人的一个例吼，并且要互因将来得以和平相处吼。剩1分钟，我看卖这读个了，好，应该会使，我来甲读个了吼。对即个本浪来的长老爷控诉。加维安原人的暴行，讲因的部属约了伫1个月前来因的村庄来剁2个人的头壳，其中1个人是博东龙的长老的老母，而且无理由来伫加维安原人的首领知情的情况之下来经常来攻击因。对此，伊要求爱甲因处罚，是由阮去处罚，或者是允准因去处罚，因为如同对传道恶服也已经知影安尼，本浪的长老，伊看起来是一个真活跳而且强壮、真勇的人。阮听讲嘛是安尼吼。伫咧附近的村庄有真侪军道者吼，即个算真侪人支持啦吼。因此呢，伊的力量会当来处罚加维安原人。阮着质问即个加维安原的代表是啥物原因安尼来做？因应讲，杀迄2个人的。剁迄2个人的头壳的代志吼，伊的主人沙拉管并不知情，迄寡凶手啊已经处罚了吼。若是讲所讲的其他的事项，伊无听过，因此来甲伊讲，上述的本浪人所提起的即个控诉，转去拢爱转告迄个沙拉管，并且爱。严格命令伊一定要尽量较紧来阮或者是传道来报告即寡代志的原因吼。说明讲为何来发动即个战争，互阮毋免讲家己亲自去调查即项代志，若无将会去严厉来处罚因吼。即寡话本浪的长老也有听到，所以伊就讲，伫即个期间将会按兵不动，袂去私自报复。因此呢，就像伊已经听到安尼吼，也已经答应的安尼，一切拢由阮来伫最近来处理，并且将恶徒按照警方来处罚。最后来因提示，一定要遵行本个月19号伫北区地方会议所提起的所有的项目。阮甲一寡项目分别甲因讲，因为因有一部分是基督徒，但是大部分也是异教徒，对此因拢答应会遵行。大家约了伫午后1点钟徛起来，无偌久了后，慈河岛啊，迄寡即个佛罗摩萨人又搁以特殊来入座，按照惯例来用食物甲即个饮料款待因。每一个人拢伫即暗来离开，大部分的荷兰人也转来即个城堡。好，结束。即个南区地方会议的记载吼，就是到遮。拄好时间超过2分钟哦。好，看卖啊。好，安尼，咱来关房了吼，感谢各位。多谢关，我下你。